走多远啊？我好累啊！啊，我看看，离对方应该已经不远了。安明兄，你真的要去帮那2个被追杀的家伙吗？我们又不认识他们。根据电子地图的显示来看，他们相遇、同行，之后又分开了。你们认为这说明了什么？性格不合导致分手？我的意思是，至少他们并没有自相打斗。这可不好说吧，也许他们是打了一架，然后一追一逃，其中一方好不容易才跑掉了呢。即使是这种残酷的规则之下，我仍然相信，一定有些人能够坚持自我，不被争夺的利器所污染，而这正是值得我的骑士道去守护的。就像艾比和艾米你们一样。说的好听，结果还不是先朝着有妹子的那一边去？这个女士优先吧。闪开，别挡道！仔细。什么人？敢拦本小姐的路？哦，竟然是位如此美丽的小姐，真是失礼了。你是双剑的安迷修？正是。最后的骑士安迷修，乐意为您效劳。美丽迷人的，别见异思迁啊！你不是忠诚的骑士吗？你是你，凯莉啊！你们是谁呀？是我们呀，艾比和艾米。当初在鬼天盟，你竟然敢耍我们！别说你不记得了。啊，想起来了，你们是那对呆头姐弟。谁是呆头？哼，这就叫冤家路窄。咱们今天就来算算总账吧。不好意思，本小姐今天有事，正忙着赶路呢。下次要找我的话，记得提前预约哟。我预约你个！你手里拿的那个是？啊，这个？是呀，那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会发光呢？哦，路上捡的。至于为什么会发光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又想打什么鬼主意？没有啦，我只是一时好奇而已。不错，是那个机器人的其中一块部件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呀。这下那个讨厌的冰女可输定了。艾比和艾米是吗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小误会。误会？是呀，其实我们的那点矛盾都是因为鬼天盟而起的。他们当时为了实现一个邪恶的计划，想尽办法要从我这里逼问出一些秘密。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了。所以你们出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又是鬼天盟派来套我话的人呢，这才产生了后面的误会啦。他说的这一套一套的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哎，不过好像听上去倒像是真的。嘿，这位骑士大人，你也帮我说2句话吧，请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恶意的。我当然相信您了。像凯莉小姐这么可爱的 lady， 即使是真的犯过一点小错误，在我看来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嘛。不过，虽然在下是完全相信凯莉小姐的，但我并不能代表别人来原谅您。如果您真的想和他们和好的话，那还是应该以真诚来取得他们本人的谅解才对。说的也是，竟然不上当。艾比小姐，
你愿不愿意原谅凯莉小姐呢？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但是你这家伙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？之前还一副不愿搭理我们的样子，怎么突然又想和我们和好了？这个嘛，该不会你真的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吧？喂，老姐，干嘛呀？我正说到关键时候呢。好像有点不对劲哎。危险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星月刃！什么情况？那边！快逃啊！奇怪，这次地形变动有点异常。果然，与其说是地震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袭击。与其说是地震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袭击。艾米修！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，罗德利？没事吧？你从刚才开始一直在闪光哎。共鸣太强了，其中2块部件相隔非常近。是迷宫之主，他发现另一块部件了。什么？不对，我应该已经切断了部件之间的共鸣了，为什么还会激活？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我？难道说，迷宫之主那家伙竟然趁我切断与部件联系的时候，取得了控制其他部件的权限？不可能，那家伙到底是……罗德利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剑，我们必须马上赶过去阻止他，绝对不能再让迷宫之主得到其他部件了。干得好，老弟！就这样引开他的注意。去死吧，怪物！
防御力够高，还有操控地形的能力，而且懂得先用偷袭解决掉最强的安迷修。这个怪物真是不一般呀！艾米！到手了！什么？该死！难道他的目标也是那个部件？你们都没事吧？艾米修，竟然在2位小姐面前出丑了，真是失态。不过，不用担心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哎呀，快起来，自己走啦！来吧，你的对手是我，安迷修。不要让他拿到那个部件！啊！这是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来晚了吗？只要参加奥运大赛，不要广场部的管理开发可以就是他的。以前你应该也有过自我突破的心思。我的合体，说起来，他现在还是大分队的部长，不过有可能会现在这个场合。这会儿小斯巴达们你就自己小心点。大家待在一起更潇洒。我不是，根本不需要你们战斗，加油吧！
不要小心，可以安全通过的。记住，你必须战胜游戏和恐惧，真正的勇士是这样的人。上吧，错的，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鸡。上吧，错的，全力进攻。抓紧时间做好准备，不想变成纯粹的累赘。大多数人本来就无法突破自己的极限。结构本来就是一个正视自己内心的行为和精神自我。所以那又怎么样？无法战胜恐惧的人，那就拥抱恐惧吧。如果放弃的话，就没什么好怕的哦。因为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把一切交给我就好了。废物，太让我失望。